构数全餐，构数全餐，然后挥动一下，是不是？构数全餐，帮他做这个，1个月没睡觉的。啊，我们就把这个民众都好跟手指头一下有。结果跟你一组，他又更担心。来，菊花姐来我们这一组，来我们这一组讲。爱眼翡翠浓汤。爱眼是在说谁啊？那个我太闪耀了，好碍眼哦。这是你。等一下。给你看一下茶盘来，而且要先准备粉包哎。等一下我会观察给大家喝哦。你要奉茶是不是？粉包的准备好什么？等好，谁领拿这些表要起身他拢也虚接了。瞬间来到盐酥鸡店哦，打完粉哦，我要加9层塔吗？我想这什么问题？我们就是难道有不加的选项吗？来喽！哇，只有雪玲姐纹风不动。秀华姐，有轮到青衣馆有冇緊張嘅啦？嗬，我有，也當開始緊張。也下開始緊張。要是1道雪粉，我粉一個雞豆粉。唔敢講濕粉咩要丟粉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他就所有獻出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淑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係中白票。今日當歡喜過來到我嘅故鄉苗栗啊，到尾啊，而且呢，今日啦嗬。人親土親，哎呦，故鄉最親。哇！涵蓋有嘛個你知道嗎？兄弟姐妹最親，就像你跟你弟弟一樣啊。對啊。你選了非常多評審形象，提前了非常多嘅係，你錢玉芳70分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阿鳳哥好。3個月發揚到係一家之主一雷法，最美的劉雪玲劉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雪玲。哇，最正係一雷法啦，哈。我最老嘅雷法。哇！加油講到咯，今日嘅比賽呢，佢兩曬全部兩組感情都動好。風吹一到尾呢，咪叫用係表姊妹嘅，請來分享到嘅係志怡老師哩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亦叫你分享一下，每一次跳舞嘅嗬，請嘅姊妹哦。聽劇妹咯，聽劇吧。歡迎，大家好，謝謝。2位都係劇法劇哈，哇，那這是一家就有3雷法嘞。我們先看我們風吹啊導 V 啊，來自苗栗市嘛哈，有乜家有推薦後高後生後料的冇？你苗栗亞今年呢哈，有在那個我們的聯合大學8小校區有。美髮、魯冰花，這幾年才比較有帶動，所以差不多公園時候就會髮都開到當家。哇！那是苗栗的花大使。係啊，咁我咱水里片咪推薦人家蔬菜哦。聽說那個森林啊有相關。那頭有一個城鄉森林，哦，它那個有橘子可以採，它那裡面有玻璃屋，坐陣都可以到哈，是咖啡，是湧泉。看我不會風景，很棒的。剛才講到個玻璃屋，我就覺得很像那種通法故事的地背都會融合強融，係應寫字就會強下去了。冇錯，苗栗呢就係10分到好高好是好料嘅，記得來到一特別發行卡多嘅時間，點下來來感受一下苗栗嘅好。唔過馬上就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顧客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歲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呢一款地度呢，就會變成木卡嘅秘密武器。在我右手邊挨下吹呢，挨盲色坤哥，哎呦，直接帶植物來到現場。來，我們看一下今日秘密武器係乜嘅？然後按到6個數。六個數係哪樣都嘛嘅咧？按照構數，即係數號哪係嘛？對。哎呀嘅咧，你係幾個字啊？幾大字？係，你種肉嘅名哈，按到褚石子啊。褚石子，它就是一個木頭，然後加一個學者的者。然後實就是實際的實哦，嘿，它嘅種肉名哈是按到褚石子啊，所以你係肉嘅也係食材啊，不應該是說懂得混用就是拿那個食材來做嗎？我有看過呢，你看的是紅藜麥吧？妹，就是它有一隻很大的魚，你投10塊錢進去，因為屌臭到嗰種。還我，又搶了，該呀該煮會有米頭嘛，就是又叫人參味啊。
哦，有个什么米头？嘿，等下试试看是对嘞。好哦，那今日要拿一个录的书的字啊，煮茶。煮的菜名都嘛该嘞？你按度其实按度食茶饮嘛哈，对，菜名按度个构数全餐，构数全餐啊，挥动一下是不是？构数全餐。对俺来讲吼，你要拖出来嘛，俺没当起台，因为俺唐王鸡它有别称，也有人叫它做钞票树。哇，钞票树，来博谦，我跟你说，真的，你这整根吃下去，你就会买到再买一间房子，再买一间，吗？再买一间房子。我还是守着一间就好。还我，还我，钞票树是不是？一定会有后付期的啦哈。踢馆有信心吗？有。该片是钞票，你俩哈比钞票还好值钱。信用卡吗？我们这个是黄金。哇！来，店内分享一下，你要把那个比咩武器？呀哈，跟豆腐鱼哈。水果发酵的，是姐姐做的，研究了10几年了。七卡做的哦，对，七卡做的哦。这个是水果发酵的，很养生，很健康。一般人做的豆腐鱼是用嘛个来发酵啊？有些人是用盐啊，用那个什么米浆啊。还有把有吃过其他的水果来做的吗？对啊哈，懂执着而已。像他做这个。1个月没睡觉了啊！真的，地板爽天使啊！哇，我个求发下这紧张到给手指头一下用。结果跟你一组，他又更担心。来，菊花姐来我们这一组，来我们这一组讲。他真的很想过来我这组。你有感觉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还是要有一个同队的那种同甘共苦的感觉。对，我们跟他拼了啊！好，讲好了，不要受骗了，不要受骗。来，加油！我从2万讲到，到底今日哪里冻贴片自家做的豆腐鱼做埋个菜，个菜名豆腐鱼烧肉。哦，豆腐鱼烧肉。烧肉。赞了！其实我知道菊梅姐给呀用啥都会做料理，4个妈妈哎呀，今天很难比了啦，真的，谢谢啦，真的。韩国吼，等下就听我老去拼落去，好吗？好，赶紧拼哦！有信心吗？有。哦，加油！红水蓝水都已经准备好势，现场马上倒数3、2、1，唱开始。准备开始哦。4个全部按我做料理的妈妈，谢玲阿姐吼，终于学出来吼，真正的那种阿妹妹。各家妈妈煮的都是最好吃的，对不对？来看一下，今天不是看过的食材呢。哎呦，落去煲吗？哎，按切姜落去煮时候真的好像还看到那种，这个在水里会有鲤鱼跳出来吃。我跟你讲，它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说，你插煮哦，就么哈，你上了爱吃哈，莫切姜是哈，伊做架到盘底不会再个煮盘。哦，就像红藜麦这样。嘿，啊，它吃起来的那个哈。口感哈又比红梨更好吃，真的可以试试看。所以今朝起来不就腐梅吗？不会，就是脆安脆用的啦。哦，那这样可以像奇亚籽这样啊？对，啊，我们就是把它做成那个构素饭。哦，就很有特色，然后那个饭整个都变橘色的哦，就是也可以变成食染的一部分。这个要先把它盖着吗？对。啊，博尔哈台的。我们聊一聊。安走的，那我们用那个构树哈，也是你两下全台湾全部看到两个构树6个树，全部看到。其实刚6个树后，一两下动到个微量元素啦，对其他身体好又帮助。给食材这水饺皮吗？嘿，你来爆构树水饺啦。啊？哎，你们试试过哈？构树水饺，他们应该还讲在地位，应该还切，该可以吃，然后咬起来只会咔哧咔哧安哟。超。我要切辣椒了，系吗？我们现在先准备一点酱料。好，你等下去盖水饺的时候，一定有酱料啦，好，不然照用。我看你都今日准备的食材吼，我真紧唔是食过用金针菇包的水饺呢。没有吃过吗？没有吃过呢。没有吃过哈。哎，有选砂锅是因为它背后有一点绒毛吗？一个是绒毛，一个是去它的隐形虫卵之类的。好啊，然后也让它软化哈。哎，你等下切的一些好好切。好，我们等下这样都做来哈。好。2位阿姐来了，菊花姐，你有唔会紧张的啦哈？哎，还好啦，唔会啦。今日有用豆腐鱼烧肉，用个乜嘞？肉丝肉啊，肉丝肉啊，肉应该是看唔啱啱啦。你下退休咧哈？去汽车修理厂啊。
你开汽车修理厂？以前啦，现在没有了。哇，她是当汽车修理厂的老板娘。对。有这个秀天呢，那怎么个搞乱亲呐？这样牛啊哈，这样会看弯没？好，这样我们会踩的。是这样。那个肉又怎么了？因为哈那个有筋啦，老人家要吃啊，比较。对啊，老人家要吃。你在指谁？远一点，你小心一点。大众嘛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哈。邱爸姐，哎，你看不看好至于你用家鸡毛系吗？哦，冻豆哦，冻豆哦，冻豆。那还有什么花呢？莲啊，鸡眉、鸡莲、橘子。所以5改系吗 ？CSA 冇 CSA 来。哇，好棒！他们家4个好哎。对啊，他哦就像我妈妈了，他没有，他更像我妈妈，什么都买给我。开心哦！你做下妈妈用的呀？做讲的你啦，讲你感情好啦。用那这边漂浮机还有搞调油哦，张威有色泽没？哦，人家已经为这个做，他本身比较知道味道在哪里。看到漂浮仪我就想要吃白饭。哎呀，而韩国嘅地位都係用掉啦功力啊。茶嘅你咪嘅馒頭咪當然食啦，馒頭啊。好啦，等下過多陣來。哦，還有飯嚟毛毛咧，哦這裡啊。會食爆咧！我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來，你們喜歡吃皮薄餡多，還是皮厚餡少？我講，因為我咩係外省人，你好食嘅皮下噴掉誒，就我們都自己擀皮的。哦，那你自己呢？哦，也是不用啦，我吃薄的。哦，古時候也就係有那個構樹葉，嘿，對，還加有那個構樹子，嘿，原來是構樹全餐呐。哦，哎，那我們就是不浪費啦。嘿，全部就用豆啊，所以你要擦不一樣怎麼買東西？等下你是你愛擦。哦，走在打破了船的嗎？走在。等一下，給你帶下茶盤來，而且要先準備紅包哎。等一下，我會端茶給大家喝哦。你要奉茶是不是？紅包的準備要什麼？你跟誰？啊，我不能跟自己嗎？你當然係三星的。你不看有大你不看有大白爆咧，這種水餃嗎？有冇炒麵？當叫冇包誒。冇成日現打扣都本睇下群呀，你要擦米啊。走得先。那個老桶嘛。哇！唔係啦，唔係生咗糖啊。你用嗎？哦，甘草啦，嘿，甘草。因為好像是就將因好食啲嘅東西食唔慣啦，嗬，誒你就加啲甘草，安甜甜嘅哈。所以唔但講甘草，係咪像陳皮啊、木通啊，可能未做得。黑糖就會變蜜透的吧？對。不過佢啲係廚師子哈，佢比較鹹哈，因為先炒過，中藥行賣嘅哈，佢冇炒過。哦。係，因為轉到一些炒過一些表面上，去煮。先讓它掉落煮就好。冇炒過，可能係因為冇加鮮哦。有雪玲姐有包咧嚇？我夠用嘅包來，雪玲姐來，雪玲姐很樂意咯。因為他這樣捏，我看到，我按那捏，你按那，好，捏來，好，就這樣。廚師天數啊！人家這樣子的話，出馬就不一樣。雪玲姐黑公出馬的話，全部人都可以吃。黏來去哈，好。韓國就係用夾幾落去把客家嘅。呢位客家嘅好。雪玲姐係你全國第一名哎。係啊。我很愛包水餃。真的哦。我同講誒，小朋友哦，我搭擺住做身頭，8點鐘我就會包喺60批。半分鐘6顆水餃了，那就來計時一下咯。好了，1開始。老師開始。加油！還有一個優點就是，點選了 CJ後，點會知道，哎呦，好像要發財咯，會有這種感覺。真的耶，吃的是錢包哦。哎呀，聽過專線在哪？沒有啦。你下觀眾朋友看得到，我嘅東西你還沒愛。好，呢就來到 any 節目講為句哦。等一下，雪玲啊，這邊要起身他落地係CJ了，瞬間來到鹽酥雞店哦。一打白門哈，要加9層塔嗎？我想是什麼問題？我們就是難道有不加的選項嗎？來嘍，哇，只有雪玲姐紋風不動。對，因為雪玲姐在示範教學啦。是這個這樣子，佢按那一年，佢兩冇要做着，那糖家下會好食。薛老師啊，拍誰？我只是有興趣而已。沒有興趣，婷婷。謝謝，一個人可以吃2顆。可以。謝謝。好，等下哥都進來嘍。好。
这个一定好吃的。哇！呢個上咖喱嘅，我以為是煎的烘蛋誒。你家下摸看到嘅畫面很有嘛嘅？他們桌子已經清好了。哎呦，摸看到。就係阿妹長輩安用嘅。對，菊花姐要緩和她的緊張，你就顯得變收案呢。所以菊花姐，你家下就做嘛嘅？沒有，就加了一個豆腐乳汁啊。所以家下地位讀摸國家水哈？沒有。你是不是拿錯鍋鏟了？對。啊，這應該有兩家嗎？把它當成高爾夫球桿就好了。該有搶嘞。好了，哦，都在上菜嘞。來倒數哦，現場馬上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試試看啦。鐵管地度，乃不開料理米絲較佔到哦。好呀的，鐵管地度呢，國家拿出去家嘅秘密武器變成料理，先試試看啦。你係嘅係構數全餐。好，姐姐，你要先食水餃呀，先食裡面還有茶。先食杯茶好啦。先裡面還有茶，構數茶。哦，原來哦，好好喝哦。對，安姆就玩金金呀。哦，很好喝，很好喝。真經我就轉感覺呢。好，來試試看那個構數作為水餃。很特別的感覺。它的構數葉跟年代苗都給種有一點粗糙那種感覺。它的纖維質很粗啦，纖維質很高。對，很單純的味道。一食起來哦，可能家下就講到嘅纖維質下創的所以它就會有一個沙沙的感覺。還有一個優點就是緊血的細節哦，因為吃到，哎呦。好像要發財咯，會有這種感覺。真的耶，吃的是錢包哦。哎呀，就莫呀，真一起到嘞，你也快發財了哦。他已經發財了。不是剛剛引入菜的。哦。茶水啊，乾不乾嘛？要不要敬一杯？好啊，謝謝你。乾杯。應該是我敬你才對。先預祝藍隊打太喵，講得好像我們藍隊的吃完了，現在先來試試看看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用豆腐乳，你冇強用豆腐乳哦，做個燒肉。因為人家係講荔枝嘛，係嘛？對。荔枝佢本身嘅可能係硬，不過因為呢度用嘅係用鳳梨啊，它就用掉嘅豆腐乳，所以就不給很軟化。重點係一個靈魂，就係一個豆腐乳。豆腐乳呢，係客家人嘅清淡的一種調味料，順着東方的 cheese 哦，整完之後凍後，你還用水果去發咧呢？因為它很自然，唔會講嚟細鹹。跟水果米好衝到吼。當然你跟日本的那日式的味真是差咁多。嘿，咁唔會暗鹹啦。反正做嘅當新鮮的啦，老闆買嘅飯唔知原來就做嘅，我全部嘢哋當的呢，從我家來就6月12號做嘅，滿3個月就可以吃。對啊，訂購專線在哪？沒有啦。你下觀眾朋友看得到啊，我嘅東西還沒有誒。好，呢就來到 Any 節目掌為住哦，我到底師傅運用版拼盤嚟夾夾嚟看哦。緊張嘅時間馬上就會到誒，現場你安永峰師傅搶本分數。好，耶！一下問下謝玲姐搶本分數。藍師傅。實力相當啦吼，七師傅搶公平。好，兩片的個主食材都發揮到淋漓盡致啊！講個藍隊，其實個肉有冇？你要切合撲到，還有種嘅暗盤啊，你咪做咧撈佢捶一捶啦，半佢個肉有啊鹹嫩，我是都是有點像糯一點的啦。啊，我有半個紅隊啊，去想法咪當然啦，佢個主食材是到一個水餃，全部的食材都有，佢還有加個金針菇是都有切切啊，我全部都有食到。好，換謝玲姐來講片。咱嘴海板係用松板肉來裝啊，較難好食。你個豆腐乳真正當厲害。風水呢，我冇分分水原因度呢，因為內用當進菜，可惜呢，那個肉嘅粗啊，來剁下面的誒，那用咩？水餃你強粗一啲咧，口感冇按好啦。好了，兩組都表現得當好，畢竟呢係拿出不卡嘅秘密武器嘛吼。唔過上下來，等下睇下先休息下，可以喺咁樣謝玲師傅帶來乜嘅四個料理，我老太下來分享哦。日日出體菜。哇！好，謝玲今天已經當久冇到來到節目當中表現料理嘅，所以今天很期待。菜名係乜嘅咧？古早味
糖醋西哥。步骤面。你俩哈糖醋酱又不用番茄酱。系啊。步骤面还用乌醋老糖甜甜。个蒜头辣椒的。你啊，迄西哥也迄拍过的，你有西哥没有石斑呢？石斑呢还冇粉啊。你西哥系拍过的。石斑呢？石斑你还要挑选。你还有不要挑选呐？有，挑选。我没有。我俩先不去腥，我用盐捞酒，然后去去加腥味、鱼腥味啊。就算系细细只鱼咪会有腥味。嘿，会有一点点腥味啦。然后比离下水，我就来切掉诶。辣椒籽爱哦。爱啦，很辣，好吃啦。糖醋做乜咁会辣？糖醋就不用色啦，你不用色色木啦。喺個日本用咧拍糕做埋料理下豆啊。用就会按用，用炸啦。醋，对，就是用炸的。你怎么知道它用炸的？因为你干你做按颜色，它干你做按颜色。那对它冲不用敷胶这样好豆啊？椒盐呐，椒盐啊。香港啊，渔港他们全部还按用买。对吼，渔港很多这种呢。对，这个下台面。咁你係算係淡水魚吧？嘿，你係散毒的啦，你係散毒的。我哋家要過濾到cái裝下造水一啲啲咧，你炸咗唔係嗶嗶啪啪。一個粉哦。一啲啲咧。用皂粉啊。一啲啲皂粉。那是要點買粉？麵粉。麵粉係啊。嘿。要半嘛低筋、中筋。用低筋的較好。低筋的較好啊。低筋的較好。好了解。筋性的問題啦。要緊啊。因為凍蛇渣可能鋪一下就好。要鋪一下就好嘅啦。大家炸都白呢，探講炸天二白，行下素係嘛？做2度下度嗬。做2度啊，較素啊。係咯，應該係滷染撈米酒甜甜嗬。染撈米酒一啲啲米絲甜甜，整條線倒落去，放一啲啲油落去。油嗬。一啲啲咧就。一啲啲就好哈。你標一啲啲香。油按少哦。做唔得強多，等下佢炸出油油。香出來了，你睇有啲啲香。這麼早就放糖？那邊焦化一下來，等下就會有個啲螺絲。哇，按到哦。按到哦。因為鴨冇老油，對不對？有一啲啲咧。一啲啲咧。就係炒湯嘅時，啲火會開到安排哦。那邊焦化一下下呀。我哋就倒落去。大概。蒜豉、烏醋。所以佢主要就2種梅頭、蒜子咯、香甜甜。等下起鍋架。有嗆哦。真的耶，很粗哈。做埋個下頭白嘅牛屍腿，做唔得用拍翅啊？拍翅用嗆鼻嘅啦。用嗆鼻嘅，用啲烏醋下香啊。因為要香味，等下就滴一啲頭油安尼，你做得咧，做得炸。它屬適合那個薑絲大腸。薑絲大腸。你是要用一條一條下去，咁唔飲 Q 下係咪？那雪玲姐，你哋一擺做乜嘅會先用拍糕來做啲拖菜啊？一般嘅台魚做唔得哦。台魚未做得啦，台魚做安尼，你係古早客家人嘅古早味。西哥是凍熟嘅安尼煮嘅啦，你下熟嘅安尼煮咧。對，你下做西哥下冇人下看唔到嘅啦。對。你炸，你家灌火嘅吼，你炸好，等下就直接落來就了嘅就好咧。唔是開火咧。唔是，你做咩開火？你炸個開火落去會烏面。你還有用白盤。等下白盤。這個是什麼？佢起煙菜到香菜，起煙菜第一會炸一下半機。過油啊。過一下油。這個吼，就是要凍韭菜啊。小玲啊，這應該跟他談一講，你這種。那個糖醋啊，你自家還有其他變法係啊？我唔是變過，不過我都聽下老師對講嘅時間，我都想，算咧嗬，一下當應該仲該洛神嘛，其實應該也做得啦。洛神未做得，係凍天然。係啦，係，因為用嘅洛神葉啦，因為要傳講用嘅洛神葉嗬，佢做嘅排骨湯嗬，嘅湯按酸嘅牛啊，排骨凍加是爛呐。還有用摩椰汁未做得，你滷嘅摩椰汁，摩椰汁。我是用冷脆嘅黃梨醬未做得咯。黃梨醬撈落來，跟住冇係有豆腐葉嘅香氣，你啊整嘅味道冇。撈強下，我難為換，係用換嘅啦。豆腐葉我用換嘅，
等一下，谢玲啊，这些不用要提前他落去的时间了，瞬间来到盐酥鸡店哦。一打白问哈，要加9层塔吗？我想这什么问题？我们就是难道有不加的选项吗？其實我教練係比較羨慕甜甜啦。哦。我等下你一問人我夾起來，冇落去強下炒。誒，做乜嘅？我比羨慕。搶味嗎？搶嘅米線。佢個有時有個切青菜的梅頭啦。哦。啊，你搶切青菜落去泡時前，因為阿哥做擺盤的動作，佢還唔會變顏色。哦。來咯，來咯。哦。哇，只有雪玲姐纹风不动。对，Thank you。果然是女神呢。走在狗类的吗？她会进来的，是不是？走在吗？哇，看起来是冻成5步的串烫。跟副教粉长的是走在洗的。对啊，副教粉煮走的是走椒盐走在的。那要回锅再炸吗？不要，这不用回锅再炸了。按水可能就没了。係咪就像狗面粉啊？啲怎會縮起來啊？係。因為過一啲啲粉，我看到下撞啲啊，因為炸到皺啊，有時直接落來。有啊，低筋麵粉啊，哈，給它熟，問題給它厚色。他們幾個好像好閨蜜在討論做菜。對啊，我覺得他們是5個好和諧。對啊，我應該去加入才對。所以最尾叫師姐，佢係要都有開火啊。開啲啲的啦。到意思。哇，這個哇，陽光這樣照下來哦。太棒了哈！啊，冇怪應該還有加紅豆的辣椒，咁樣長會好看。係，大概通啦，糖色叫炒出到幾個油啊金，用錯一聽我油啊。哦，來，我們換位置。你一片。古早味嘅鹹酸甜拍過嘅，咁用出好勢咯。呛呛哎，喝什么？好吃又香又酥。这个时候应该要来加瓶啤酒才对。哎，真给呢！爱盐翡翠浓汤。爱盐是在说谁啊？不是 Love Your Eyes。哦，那个我太闪耀了，好爱盐哦。哦，这是你。叫花姐，有了都听你管，唔好緊張嘅啦嗬。你冇用，也當佢是緊張。也當佢是緊張。但是越多雪粉，我粉自家幾多粉。嗱，唔講講濕粉咩要叫粉。古早味鹹酸甜拍糕誒，可能喺當地人細細時節當接受嘅多一出料理，太強了品嘗看哦。好，來，非常嘅期待。大擺吼喺度用按講吼食嚟拍糕啊，提一擺食嘅用糖醋來做嘅。真的哈。做得越挑，食得越挑誒。要長湯嘅嘛？要酥嘛？要非常嘅酥。馬上就按樣炒落去之後，唔係唔難睇咯。哦，因為咁厲害咯。最主要係因為然後佢啊係生魚誒，古時候呢佢冇乜油骨咧，嗰種貴米嘅時，老人家嘅時咧發補充鈣質，而且最主要佢嘅古早味鹹酸甜。真係像頭白米頭，很原味的味道啊！呢，是嗆嗆哎，喝什麼？好吃又香又酥。這個時候應該要來加瓶啤酒才對。哎，真嘅呢，要幫忙酒精沾掉哈。吃了也很香哦，這個我覺得係啊，有毛哎，肥味無窮啊，特別鮮豔的家哈，有食過。千叫冇食到啱好食的東西。因為啊，南莊散飯嗰邊呢，水質較強啊，一拍過嘅吼，較簡單，較簡單。它冇污染啊，係啦。我剛好食落去之後吼，即刻想吼，因為就像是吼去，比如講鹽酥雞店啊，買個魚講的時間，賣太多誒，沒吃完營養㗎啥，就可以用這種方式。對，你先給它氣炸一下，不給它素掉之後，然後炒落去，然後就增加不同的風味。佢個醬汁真嘅講調配到凍吼，又酸酸又辣辣。啊，加個食落去又要酥酥脆脆，當好食。哇，養父很厲害咯！睇下要做來製作困難，因為亞洲料理唔會太困難，最主要係講你有冇抓到那個用古早味鹹酸甜的精髓。剛條件一比一，而且今日嘅慘水炸，每一個都實力相當。馬上就來進行精彩嘅最杯米館挑戰。大邊料理網。
凉脆爱伫寒天嘅时间底度，用自天嘅食材变化出无穷样嘅料理。亚冠唔但只爱比美食，没有比创意哦。到底奶脆真系正经嘅百变料理喎，一家之主，人哋谁来上菜了？各位观众朋友吼，亚冠吼，特别吼，制作单位非常嘅贴心吼，专门为到爱准备嘅。怎么个安样讲呢？因为等下嘅剧情食材哦，金蛋肠。讲三个，佢喊做啲减配。但是，就算讲一个东西啊，我会减皮啦哈，吃多了还是会胖哦。也是哈，对，我就是一个逆成长的概念。好，到底係嘛嘅東西咧，夾夾打開嚟俾大家看，就係包燒。包燒，真小朋友都很愛吃包燒。係啊，呢邊嘅包燒有冇濕好嘅過後哦，收一些氧。那個連包燒糖都懂好食。係啊，可是這個不能講。先不應該講睇咧。師傅，這個。那邊做到那都做緊麻辣包燒，麻辣醬油啊，那本去炒咧。那種包燒米哦。因為其實都會甜的啊。對。配個麻辣醬嚟炒起如何裝嘅。好像很棒哎。麻辣做得啦吼。不過吼，是恁個嘅創意啊，較好哦。我創意哦，我唔係講乜嘅創意，成日咧會食嘅。我拿來炒卵，去用洋葱，用紫洋葱到白洋葱，落去同下炒，該甜味哈那個。這個是每個媽媽都一定會的。唔會差。包燒嘅變化動作啦，糖果之後，可能做啲想一下，等下做啲那包燒做埋嘅料理哦。好，馬上就來金行最半米館嘅挑戰。都在用包燒做的變化出嘛料理呢？觀眾朋友有想好食冇？現在可以係風吹帶來了一菜菜苗都嘛該。愛鹽翡翠濃湯。愛鹽是在說誰啊？不是 Love Your Eyes。哦，那個我太閃耀了，好愛鹽哦。哦，這是你。對，好了，第二個因為剛剛博前面有講到包燒做的菇木族啦，哈，要出料理有冇個特別的素材冇？哦 ，any 地本加冬瓜絲。哦，冬瓜絲以前是那個美容方，吃會變漂亮，又會保護眼睛，很愛眼這樣。對。好來，風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攬出嚟一片哦，非常厲害哦，唱清楚了哦。有沒有做個菜按到？包燒牛嘢，形容係小朋友都好學的哦。係啊。好，到底係樣板先嚟等下上來看，不過先問一下最每一關的哦，看下前輩哦。有信心冇？有。喜歡兩組這種比賽態度了，最有熱情，分享料理。兩組都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都得開始咯。這個先處理，那個不用。他們4個都好可愛。哎呀，真的。可愛有加分吧？可愛要加分吧？可是4個都加就是平分了。都平手。平手了，這樣的。好，來看看亞導 V。因為記得準備那個記憶啦。對。哦喲，現在但是準備好調理機嗎？嘿，插盤又多出來是因為剛才大家沒有放風包。冇秀到風包。沒有放嗎？等一下放啦哈。包燒哈，春嚟咧包燒啊，還有該貴廣嘅哈，哎，你仲係冇用到嘛？啊，其實啲啊係嘛，煮咧煮叉當好些啦。哦。對，而且可以消水腫。對，而且有一個全食的概念。對。我哋頭前呢度準備包燒之外，還準備嘛其他東西都少計一下。對啊，你用該翡翠有翡翠概念，之前用半舒雅嘛。哦。該紅蘿蔔是係佢嘅撈佢嘅加強該玉米葉黃素的概念，保護眼睛嘛哈。最特別嘅係啲冬瓜絲啊，就該冬瓜哈，該冬瓜絲就拿來調配啦。哦。結果冬瓜絲係重肉啊，可以抑制黑色素沉澱，所以會很漂亮。不需要哎。變白。對。可以生吃嗎？它以前要炒過。哦，炒過。對。這個包燒嘅細愛嗎？細愛呢，一包呢。我們等下再回來好不好？好。來感受一下，真厲害。好，10塊啊。哇！你一片嘅食材咪凍澎湃呢？係哦。應該看應該講有地位度要加粉呢。對。梗係偏離粉係冇？偏離粉，看安尼當我較捌啦。叫法子，原來都天意館唔好緊張嘅啦嗬。你冇有，也當開始緊張。也當開始緊張。那看應該就準備軟呢。對，這個也要加蛋液啦。哦。我是覺得這樣子比較入味啦。其實兩組吼，你看強壯度有風吹頭，這個可以。有嗆菜，我做出來嘅味道完全冇強壯。冇強壯，也係做最方面有整肉眼係冇？對。哦，咁係講攞一些你客家泡菜咁好。
冇，冇吗？哎，因为米通冇空用啊。要不个呛梅哈。哎，对对对。我看你这个风吹跳到报修线，穿烫一下啊。穿烫呀，因为啊哈，较熟啦。哦。好，我们听下过多少了哈？哦，好，包修看你要多感冒哦哈。好。等下你来煮茶嘞。哎，看全部浪费哈。报修入未会落去哦。全部做得起啊。你看个有机商店吼，佢包小毛茸肉嘅吼，佢哋洗澡咧，爱买一包白嘅。哦，我给捅过去以后，只有喝汤吗？还是等一下两妹走在学的？你要洗汤之后咧。哦，你家下吼，去到改片就问到，你两片是从就盘哦。一般你走盖浓汤，有些用那个面包屑嘛，哦，你用米呀。用米哦，嘿，用米，它也有盖浓浓的口感，也有点浓稠的口感。哦，那不要下了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打。好了，来，我们劝举为止了。好嘞，好，那我们可以换跟他聊。他刚刚有讲英文哦。劝举为止。对，劝举为止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打果汁。看两片系吗？嘿，看两片，把米放下去。该上的米系啊。上的米，嘿，猪狗。那是猪狗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的机器哈，要动先进哈，嘿。呀，你不会盖包修哈，全部上还是走的，因为这样我们这次设计这道菜的时候，就是想说，现代人要上班啊，时间忙，他可能不太会料理，可是我们就把它加在这些东西下去，它就很快了。要烧水，嘿，等下有烧水加落去，因为烧水加落去是这哈。水的比例有什么？伊点的机器哈是做得用700个水啊。那这又算好的啦。哦，你地袂煮的爆烧会调烧吗？唔会嘅，你等下试起了一些地袂人盖爆烧米冻香。用爱发电。等下按用大锤就坐在这里吗？嘿，你是猪狗啊？其实做的不是猪狗，你下机器冻好啊哈。你係講剩不煮的，些是打剩打2分鐘啦。所以它会同步加热吗？会。好酷哦！一个上镜安泰哦，用个啥咯？安泰哦，哎呦，全神贯注，无玩弄糖啊！你怎么在上镜？摸水姐啊！不发记，你是处女座吗？你有没有家里做啦？家里做。T100有你做这个绿拿铁在节目中，很新鲜。等下就快点表现嘞，敬请期待。好，这两位养颜美容。哎呀，错，用男思维按夹。哎，这个是天生啊，没口学的。哎，紧盯少哎。少啊。因为该加热水啊。哦，每认为去本身就在加热哦。它本身也可以加热。哦。会加一点点的盐吼去做调味啦，哈所以它也该。因为有盖饭酥酱哈，有盖腥味哈，那我们用那个盖爆修去调和的。哦。T100有你做这个绿拿铁在节目中，很新鲜。等下就快点表现嘞，敬请期待。好。哇！有冇呀？这记得上镜安泰哦，用个啥咯？安泰哦，哎呦，全神贯注，无玩弄糖啊！你怎么在上镜？摸水姐啊！这。你弄在很虚接了，有买技巧吗？我们个技巧呢？你没用爱用这样，Lucky 这样打啊？有要打得很凶啊，我知道啊，我就看弹出来。很凶啊，对啊。你做咧病落一阵嘞，冇等下落冇时间哦。来了，滚嘞！几多扎嘞？2、4、6、8、9个。9个。我们菊花姐真的很爱干净。Q 发记，你是处女座吗？你有没有家里做啦？家里做。挑白做嘛挑路啊？挑白啊，去家开裁缝店啦。哦，设计师。裁缝店哦。做西装的系吗？唔係做女裝的啦。好厉害哦！好，那这样差不多哎，那我们先过去那边一下哈。好，谢谢。哦。好，我们的浓汤好了。哇，我要喝大碗呢，我喜欢。等下你上杯大碗，该干皮落去，该色是冻酱。哦。嘿，我阿姐除了用米啊来磨之外，该网头啊，呀其他的头都做得吗？
也做得，伊係講會到木煮的時節吼，網頭也做得吼，啊芋頭是骨鈣腰骨的，腰骨，這看起來像抹茶。你袂都冇加油吼？冇，因為佢嘅冬瓜絲吼，韓國嘅嘅包燒吼，其實又到卵磷脂嘅對吧？冬瓜絲呀又到油脂啦。嘿，对。好，那在我們落地倒數哎，我們這邊太棒了。煙囪馬上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那最杯米罐，哪部卡用包燒編出來料理較讚的哦。包燒可以嘅當家常嘅食材，不過今日做出，看唔到咁簡單的用嘅，本太家有驚喜。我覺得這就是把食材融入了創意當中。來吃吃看它風吹耶，好。我先選哪一家？先喝濃湯嗎？好啊。我覺得這個濃湯味道讓我感覺有點像什麼知道？像是吃芝麻糊。這非常非常的健康哦。當狗有吃到一些果乾，係嘛個果乾嘞？哦，你柑橘。哦，柑橘，枸杞，把它學回去，因為現在最流行的就是這種綠拿鐵，可能喝起來你會覺得說沒有這麼的熟悉，不過最主要係裡面給食品的營養，不管是對大人還是小孩，都那個做的補充足夠的熱量，真的，還有營養。安 Q 老貝 GQ 哈，有沒有覺得自己又逆齡回春了？有，他吃的非常健康，對。你平常時是東西會按用落去摸做像濃湯強容哦。較是有做案的創意嘅這裡會養顏美容。係啊，錯。像南食會按講。這個是天生啊，咩口學的。體質還有血氣的，緊緊就都感覺怪怪的哦。冇飲血氣之後，你做啲血到該。它那種食物的原味，生也可能不會講，可是大人會覺得說吃東西它會健康，然後我覺得這個是最主要，大家現在吃東西不是吃得好而已，最主要吃得巧的。咱嘴裡片吼，唔但係骨頭細木嘅，咪係小朋友最好食嘅牛蛋，也叫做食款哦。也嘅啊吼，生嘢一定要動好，各位生意老師時間沒有動茶班，一路也嘅地都有。包燒啊，韓家年年都要地度，古說食落去呢有口感，切當好食，調味又加調料好，鮮嫩多汁，還是當適合做便當菜。這個太好吃了，已經講不出來，就有點辣辣，然後很開胃，都會比呀暢談。媽媽都會有一種肉圓料理，那是因為你們家有大豬小豬落魚盤。錯吼，那張媽媽條眉凍潮，但是一道雪粉，我半次加雞豆粉。我唔敢講食粉沒有丟粉，好開心哦！我要的不多，我吃到係鱈魚粉哦，係嘛？感恩哦，謝謝。哦，正經係好食東西，兩組吼，撈開爆燒後表現到都凍好，唔過師傅營養版評分咧，夾來看哦。現在請你阿牛房師傅搶半分數，藍翠熱粉，好，你下看一下阿瑟琳搶半分數。強壯係藍翠，你們不想要健康了，對不對？阿鳳哥來講，阿鳳哥，你該插油啊！你做啲餅乾一起打汁，玉米嘅味道才會出來，圓形的味道摸着出來啦，是正差的安樣啦哈。啱啱有本該難對，其實佢嘅想法可能想該做該珍珠丸安樣嘢，動有創意啦，是正差的安樣品。為本藍翠養嘅原因係。亞米是咪以後啦，又食出個爆燒米嘅個原型食物啦。啊，風水愛做嘛冇半分數呢？因為應該食得當健康，非常之健康。它的精力湯打了調料，應該米不用調重呢。跟米鹹食到後邊，跟米嘅鹹和當重。好，唔怕。亞裔管地度呢，講真嘅爆燒肉發揮創意。大家想法不一樣，不過呢，在我心目中，紅隊這個背後要懂咱們的。最主要呢，伊亞的對食材跟土地啊，那種對人的關懷還親咱們的位啦。評審沒請我弄哦，但是我們比賽最重要還是要分享料理。馬上呢，就開下最杯米嘢哦，我來頒獎嘞！耶！我跟你說，我發現到
Q 发 Q 模机涵盖力亚片两位太极哦，超级开心，因为有一些失眠很久的啊，哈，还有一些家长已经吃了好几百次的哈，今天都可以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的啦。风吹得到1分，蓝吹得3分，先恭喜蓝吹。蓝吹，看一下大跳命3片 Q 加吹机。谢谢评审委员有眼光啦。我要感谢你两表姐妹让贤了，谢谢你们。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哈，我先颁奖哈。激动了，对，太开心，像得金钟奖一样。好的，风吹呀导边呢，要动厉害哦，得到迄那个樱花粉陶瓷不粘锅剧组2位，好，2个都给你们，开不开心？开心，整个很适合你们。对对对，恭喜恭喜！非常激动的，触摸呀这，太开心了，我不会形容了啦。我说晚上我姐姐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了。这个几个礼拜来，她都是睡得不安稳。她把捏住，她把肝捏住，住都夹到全部。这都姜啊，这都姜啊！因为我们现在冰箱全部都是这种东西，全部都是肉啊，好用薏米，我买到冻多，又拖卡姜啊，冻磨你们。我们一家之主最认真的参赛者，哎呀，谢谢你啊！你要走对军民啊，皇天不负苦心人啊。真给，但是第2次我希望你不要再那么辛苦了。今天要几点睡？等下回去就开始睡。可能你要哈都在睡了哦。太睡了，他这个整个人他眉开眼笑。因为可以交代了，可以交代了。我们就跟菊花姐讲句晚安，晚安，谢谢。来，我们问一下 NDRW 的志怡姐，志怡姐这个今年她做最多，她真的孤体又孤名，老太家分享一下要不要参加的心情。大家好，今天当翻译了参加这个节目，虽然没得奖，不过对我跟表姐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。我们主要就是要散播健康、散播爱给大家，谢谢。今年有没有这种？你树红哪来就会懂后尾？对呀，对呀。淑玲姐呢，还做给一个什么你知道吗？健康饮食大使。刚刚给看到几多几讲会懂得的概念，我就觉得非常非常认同。其實喺你今年來吼，最大的用處吼是看民主啦，來看老朋友啊。你冇變吼，冇錯，演了也這樣，演了也這樣。謝謝安子姐。剛剛張奎是比賽的時候，我就老喺家講到，今年有好冰哎，你西撒全部安利後媽媽，她懂男評的，而且你們還記得剛才那溫馨的畫面嗎？哎，你姐都做出來時間，4個姐妹啊，她們5個人，好像在群聊哎，我覺得這就是做菜最有趣的地方。某 Q 跟演技要更注重保養，來參加節目也很舒壓，搞朋友，所以菊花姐，你不要過來哦。好啦，你要強調哦，你就會準備哦，而家也唔會睡咧。下次聽咁乜嘢來啊？阿妹也聽阿妹妹啊。所以大家看得出來吼，兩細胞因為有幾時候按發拍按生氣，還有吼照顧體內哦，照顧體 Q 這種生態循環的觀念分享俾大家，所以大家打電話報名參加比賽哦。冇唔錯，一家之主等等你哦，唔是緊張，咩唔是所以唔落高，多多啲投票哦，輕鬆煮菜輕鬆遊啦，一定要來哦，下禮拜再見咧，拜拜。